好，来乡亲啊，讲这个东方美人茶，若要好啉，迄个茶叶就爱吼小绿叶蝉，台语叫做烟仔，就爱先吼烟仔糖来加过变烟仔茶，安尼才会较芳醇。这个新竹今年雨落真少，烟仔糖大量出现伫个茶园，嘛意外吼东方美人茶的品质变了愈赞。 这个伫叶顶面咧跳舞的糖，就是青叶仙，也就是烟仔，伊是和东方美人茶更较好啉的秘密。东方美人茶又名泡红茶，白河乌龙是新竹县峨眉乡真有名的茶米。今年新竹雨量较少，茶米收成嘛减差不多2-3成嘛，因为雨水较少，意外和这个惊水的烟仔大量出现伫茶园，因为甲东方美人的茶叶破坏茶叶的成分甲结构，和这个茶更较芳，风味更较好。 经过小绿叶蝉叮食过我们的茶种之后呢，那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哈，那这也是造成我们东方美人茶品质非常好的原因。有的整颗死掉，这样干枯的一半啊，变成这样，很惨啊。我们做农的是看天吃饭。 无好茶米的品质就升级，也阁嘛降低茶的产量，只能讲重质无重量。茶农会使卖茶米变较少，也阁茶阁较好啉，风味阁较好，买到茶民众真正是赚到。